全面大消毒。教育局宣布，桃园军伦补习班停课14天，因为敢若传出有人确诊。你们2个小朋友都在这边补习吗？对，会去药局买那个筛选啊。家长拢真惊吓，因为桃园疫情一直看，增加真侪无清楚的个案。家在即马市府提出内底关联。经过我们医疗人员非常仔细的比对，加贝尔幼儿园的跟前都的这感染是有相关的。基督团部连内底共同点拢是1月16拢捌去过基督，今仔日新增加确诊，加贝尔囡仔因规家伙仔拢着。后来做比对发现，囡仔的阿嬷16号嘛去过基督食饭，所以2条团部链已经并做1条。不过含实体无共款的是，基督拢是人客倒互人客。1月16号，那么在前都刷刷锅吃巴德接受店，那么吃过饭的、用过餐的民众要站出来裁剪。加贝尔和基督串联，还有石门山、爬山步道，这2条感染的源头复杂。爬山客嘛拢无做好实验制，因去过所在歹管控。若上新的状况是，有桃园的确诊者有去过新竹的内湾老街，和我隔壁关的新竹人皮拢变甲真红，就惊有新一波疫情会逼出来。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